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最緊開埋個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差餉物業估價署喺今日公布，2025年2月私樓售價指數報284.7，按月下跌咗0.87%，係屬2016年8月以嚟超過8年半嘅新低。如果同2021年9月歷史高位比較，樓價累計跌咗28.49%，指數連跌3個月，按年跌咗5.8%，而今年頭2個月就累計跌咗1.56%。而私樓租金指數方面，2月就報193.5，連升3個月，按月升咗0.31%。如果按年就升咗4.9%，今年頭2個月累計升咗0.57%。而仲量聯行香港主席嘅曾煥平就表示，2月財政預算案將100蚊印花稅嘅措施由原本嘅300萬提升到400萬，令樓市氣氛好轉。預計3月私樓售價指數將會輕微回升，但樓市仍然受高息、供應過多、經濟疲弱呢啲負面因素影響。3月新盤市場交投活躍，主要都係依賴發展商減價促銷。相信年內樓市仍然疲弱，今年樓價將會下跌5%。而好友來訪黃少倫就預期樓價將會喺上半年見底，短期內會喺谷底徘徊，但係隨住息口同埋貨尾逐漸回落，預計樓價下半年將會有明顯嘅回升，預料全年會錄到0至5%嘅升幅。另外呢兩日施永青可以講得上係語不驚人誓不休，今日再喺佢嘅專欄嗰度寫咗一篇題為《零售業轉型，鋪價漸消散》。佢話喺香港從事房地產投資，通常都係以投資住宅入門。喺經驗同埋經濟實力好啲嘅時候，就會轉投商鋪，因為鋪位可以食盡經濟增長同埋遊客增加嘅得益。而喺折舊方面，亦都相對比住宅細。喺香港，過往一鋪何止可以養3代，甚至乎可以養4代、5代。但呢一種過去十分成功嘅買鋪收租作長線投資策略，近年被證實係同時代脫節。一眾鋪王無論係老嘅、亂嘅，都因為鋪價回落、銀行追差價而搞到狼狽不堪。好多鋪位投資者都仲以為呢種困境係因為疫情同埋社運所致，等雨過天晴之後，一切都可以回復舊觀，所以佢哋寧願貼息，亦都堅守自己嘅投資唔放。去到最近，佢哋已經開始意識到投資鋪位嘅好日子已經過去，亦都難有好結果，因為零售業已經轉型，對門市生意嘅依賴已經大大減少，而鋪位嘅價值亦都係因為咁樣而逐漸減少。而電子購物方式已經越嚟越普遍，以前香港人中意行街買嘢作消遣，但係而家已經中意咗網上購物，原因係網上嘅選擇比實體店多，咩檔次咩牌子都有，唔單止可以送貨，而且可以試用，唔適合仲可以退貨。最近仲講到買貴咗可以退差價，服務係唔比實體店差。而電商嘅貨源好多時都係直接嚟自生產商，可以節省唔少中間人嘅費用，入貨量又大，所以同實體店相比已經唔係平少少，係平好多，多到冇辦法抗拒。呢種結構性嘅轉變已經令網購嘅潮流難以逆轉。呢種情況喺內地尤其明顯，佢哋喺內地經常為一啲大型商場做招商工作，喺大業主嘅遷就下，喺商場開張前通常都可以揾到足夠嘅租客，但能夠留低繼續經營落去，主要都係剩返食肆、美容院、健身室、幼兒園、補習社呢一類。其他賣衣服鞋履同埋生活用品嘅，大多數喺1年內就捱唔到落去。呢種趨勢相信會進一步蔓延。就算香港嘅銀行近年亦都推廣數碼電子服務，而家除咗老人家之外，較年輕一代都會用網上銀行。佢哋亦都冇咁注重靠門市分行嚟招呼客人，重整分行網絡已經大勢所趨，有啲甚至乎將分行結業，將自治嘅店鋪租出，以增加銀行嘅收入。而家連銀行都減分行，店鋪嘅需求有乜可能會進一步下跌呢？另外，彭博引述消息指，新世界發展已經提議將旗下最貴重嘅資產之一尖沙咀維港文化匯 Victoria Dockside 作為抵押，以獲取最多156億港元，即係20億美元嘅額外貸款。以彭博行業研究估算，呢項物業以每平方尺樓面3萬蚊計，設有高端商場 K11 廟之下嘅維港文化匯，估值達880億港元，相等於113億美元，佔新世界總資產大約20%。有知情人士表示，新世界近日向銀行發送咗3年期嘅貸款協議條款，表示所得嘅款項將會用喺提前償還、償付、購買同埋回購公司現有嘅債務，但係未有進一步說明。而喺呢筆貸款談判之際，佢哋就另外2筆潛在嘅貸款進行商討，為今年同埋之後到期嘅貸款進行再融資。
另外就長和打算出售海外港口而引起中方嘅不滿，彭博社今日引述消息，中國已經要求國有企業暫停同李嘉誠家族展開任何嘅新合作。呢項命令係上個星期由中國高層官員發出，而現有嘅合作關係就唔受影響。根據指令，國有企業同李嘉誠相關嘅商業活動唔會再立即獲批。監管機構亦都正喺度審查嘅李嘉誠家族喺中國同埋海外嘅投資，以了解佢哋嘅商業活動範圍。而南華早報今日亦都引述消息，不過最近啲報道就越嚟越渣，話喺3月4號長和突然宣布出售所有海外港口之後，特區政府已經即刻同長和接觸，有消息人士話嘗試揾一個合理嘅解決方案。而彭博尋日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話，交易計劃正喺度如期推進。各方目前正喺度處理盡職審查、稅務、會計同埋其他交易條款，爭取按原定計劃喺4月2號前簽訂協議。而根據證券交易文件，長和同貝萊德為首嘅財團有145日嘅獨家磋商期，導致中國國企同其他競標者冇太多參與談判嘅空間。呢個只係偽命題，如果識諗嘅民主國家係唔會容許中國國企去管理佢哋嘅港口，所以長和嘅價值就喺度啦，只不過而家唔想再做啫。今日有個大陸學者話應該要作全球招標，如果純粹只係講價高者得，咁豈不是俄羅斯、北韓、伊朗都可以參與巴拿馬運河嘅管理？呢個有常識嘅都諗到啦。另外，尋日南華早報有個報導，佢哋引述香港地產精英會主席嘅陳志寶，佢話佢今個月應長和內部人士要求，按佢哋所提出嘅資料發表專欄文章，目的係為長和出售港口嘅交易作出護航。而有關嘅文章係希望淡化美方喺呢個交易裏面嘅色彩，強調當中最關鍵角色係掌控全球最大航運公司 MSC 地中海航運集團總裁係一名意大利裔嘅瑞士人，並一向同長和有密切嘅關係。而陳志寶就拒絕透露係邊一位長和內部人員向佢提供資料。呢篇文章就犀利啦，除咗被內地嘅傳媒大幅引用之外，香港係大公報再引用嚟攻擊長和。講到要請槍，我就好奇點解長和嘅內部人員要揾到阿陳志寶？佢喺呢一行唔出名嘅喎。如果講到地產業界，係好多人可以揾，可以揾阿一 Q 陳，可以揾阿大聲公報少明，又可以揾阿蔡志忠、湯文亮、汪敦敬，甚至乎施永青。究竟陳志寶係咩人呢？喺網上面睇到佢係多寶地產嘅老闆，而且創立香港地產精英會，佢自己係創辦人兼主席。因為唔係好多人識佢，我就特登上佢哋公司網站睇下。佢話佢招聘大量嘅地產精英合作夥伴，佣金最高可以拆賬9成半。拆賬可以咁高，可能係俾人做飛單。亦都提到佢哋嘅香港工商界精英總會政商界分會群內有一名中聯辦官員，而最值得斟酌公司嘅地址係旺角不足200尺嘅寫字樓。而陳志寶本身喺報章又冇專欄，長和竟然會揾個咁嘅人幫佢做槍手，我就唔係好信。成件事就變得不可思議，就好似《九品芝麻官》裏邊嘅劇情。家丁來福話少奶戚秦氏因為欣賞佢文采，所以就勾引佢。再嚟跟進埋啲二手蝕讓個案，第一間就位於日出康城嘅 Maridi 3A 座中層私室，380尺海景，賣咗505萬，尺價大概13200。業主喺2019年以669萬一手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咗164萬，相等於25%。第二間係西灣河日桃灣春瑤軒高層 A 室，556尺，賣咗1068萬，尺價大概19200。業主喺2022年以1398萬買入，次貨3年帳面蝕咗330萬，相等於24%。第三間係九龍塘又一居5座高層 A 室，737尺，賣咗1058萬，尺價大概14300。業主就喺2015年以1190萬買入，次貨10年帳面蝕咗132萬，相等於11%。第四間係綠楊新村 P 座低層7號室，445尺，賣咗395萬，尺價大概8800。業主喺2017年以500萬買入，次貨8年帳面蝕咗105萬，相等於21%。第五間係青衣翠怡花園一期連平台單位，443尺，再加33尺嘅平台，賣咗473萬，尺價大概16000。業主喺2021年以598萬買入，次貨4年帳面蝕咗125萬，相等於20.9%。第六間係 Grand Yoho 2座中層2室，520尺，賣咗740萬，尺價大概14200。業主就喺2022年以900萬買入，次貨3年帳面蝕咗160萬，相等於18%。
仲有一間就係大埔中心3期21座高層 F 室，315尺，賣咗318萬，尺價大概1萬。業主喺2018年以459萬8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141萬8，相等於30.8%。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